继续来看这个海军潘照军舰的官兵来染病。台中市调回官兵集合的地点就设伫咧台中一中，这是来引发着师生的惊恐。加在到目前为止，这个老师甲学生拢平安。啊，这个事件嘛将做台中一中的美术班今年展览的主题。其中一个艺术的创作是甲一中的校长陈木条甲指挥官陈时中做成门神，放伫校门口，两个人搁来摕酒精甲豆浆，再来象征着有校长甲部长这两尊门神咧镇守，这个病毒免想要入去校园。现在进入台中一中的校门口，可以看到两尊门神，这一边呢就是他们的台中一中校长陈木柱，而另外一边呢的门神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一个菜倒平，一个菜正平，陈市长面佫有加喙手，本来手夹发气，嘛变成下头的电子豆浆加酒精。一中校长陈木条看到家己的相片，互人当作门神讲，真荣幸会使甲指挥官才做伙，结合的。美术的专业跟我们的这个抗疫，设计学生讲，创作灵感来自海军潘石舰的官兵入去一中校园集合的事件。校长是代表我们台中一中的一个门面，然后陈时中部长是因为在这次对抗疫情当中有相当亮眼的成绩。另外，学生佫将这油碟啊设计成艺术展览的海报顶面用药的注意事项，变成展览的时间内容。指导老师讲，美术班逐年拢会举办展览，今年受到海军潘石舰事件影响，险啊办袂成。要么因为师生后来拢无问题，经过评估了后，认为讲将这疫情当作今年的主题，和学生用艺术的创作来对抗疫情。